望下個月亮就有咗 BB，唔知啊，係咯。即係每日去猜測一啲事件嘅發生咁樣，即係但係最後可能未必得到一個好嘅結果。如果係用舞呢一樣嘢，即係純粹身體去表達詩意呢樣嘢係比較困難嘅。但係今次用劇場去表達，令我覺得係有好多可能嘅空間，因為我覺得太陽俾好多人嘅感覺係一個希望啦，或者呢首詩俾人嘅感覺係比較尖鋭或者比較偏激嘅。太陽對於我自己嚟講唔係一個希望，係一樣安葬嘅事，因為下個世紀沒有太陽，其實係一件開心嘅事咯，係一件可以做返自己嘅事。7月20至21號晚上8點，連勝街47號。